做伙读圣经，今仔日5月12，咱要对约书亚记第17章读到第21章。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第17章下面是约瑟的大囝马拿西的后代抽签得到的家业。马吉是马拿西的大囝，基列的开拓者。马吉是勇士，得到基列甲巴珊。约瑟的囝马拿西，其他的后生就是阿比以下、希列、阿苏列、示剑、希弗、示米代，因的子孙照宗族嘛抽签得到土地。马拿西的元孙马吉的曾孙，基列的孙希弗的囝塞罗回合无囝，只有查某囝，就是马拉、那阿、哈拉、米加、甲德萨。因来到祭司以利亚撒甲伦的囝约书亚以及正领袖的面前，讲：上主有命令摩西，着互阮甲阮的亲族相款分着家业。约书亚就照上帝的命令，互因甲因的阿伯阿叔共款分着家业。伫约旦河东边的基列甲巴珊地区以外，马拿西佮抽签得到10分的家业，因为马拿西遐的查某孙伫伊的子孙中得到家业，基列地分予马拿西其他的后代。马拿西的地界对阿瑟起到示剑东边的密米他，南到温塔普亚的住民遐。塔普亚地区归马拿西，毋过马拿西边界的塔普亚城属以法莲的后代。这个地界对遐落去到加纳溪南边的城镇，虽然伫马拿西境内，毋过属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界顺加纳溪的北边，探到地中海为止。以法莲伫南边，马拿西伫北边，地中海是因西边的地界。阿瑟伫西北边，以萨迦伫东北边。马拿西伫以萨迦甲阿瑟的境内有伯申、以伯莲甲得尼，以及因附近的庄舍，阁有温得尼、塔纳、米吉多这3区，以及因的住民甲附近的庄舍。毋过马拿西人无法度将遐个城的住民赶出去，迦南人坚持要住伫遐。以色列人强盛的时，就互迦南人做苦工，无拢将因赶出去。约瑟的子孙对约书亚讲：上主有赐予阮，互阮真做大族。你若简单互阮抽一支签，分1份做家业。约书亚应因讲：恁若人多，嫌以法莲山区伤矮，恁通去比利洗人甲利法因人地区的树林开垦。约瑟的后代讲：迄个山区无够阮大，佮住伫伯申甲附近的庄舍，以及亚述的山谷的迦南人，拢有铁的战车。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人甲马拿西人讲：恁人多佮强盛，应该毋拿一支签会分互恁。规个山区拢是恁的，迄个地区虽然有树林，恁通开垦，到边界就拢属恁。迦南人虽然有铁的战车，佮强盛，恁嘛会当甲因赶出去。第18章，以色列人已经征服全地，全体会众
就来示罗自治，伫遐设立会幕。以色列人的中间有7个支族，要未分着因的家业。约书亚就对以色列人讲：上主，恁列祖的上帝已经有赏赐恁土地，恁要拖延到第时才去攻取。恁逐支族着经3个人，我要派因行头全地，照逐支族因得的土地画做地图，才倒来我遮。因着将全地分做7份，犹大要犹原住伫南边的境内，约瑟家住伫北边的境内。恁将迄7份土地完成制度了后，摕来我遮，我要伫上主咱的上帝面前为着恁抽签。利未人伫恁中间无分土地，因为做祭司服侍上主就是因的家业。迦得、鲁便、甲马拉西半支族，上主的仆人摩西已经将约旦河东边的土地分予因做家业。遐人要出来时，约书亚命令因讲：恁去行头全地，画做地图了后，搁倒转来我遮。我要伫示罗，伫上主面前为着恁抽签。因就去行头全地画做地图，将城镇分做7份，记伫册里，倒转来示罗营中交予约书亚。约书亚就伫示罗上主的面前为着因抽签，伫遐照以色列人的宗族分土地予因。便雅悯支族照因的宗族抽签得到的地，是伫犹大子孙甲约瑟子孙的中间。因北边的地界对约旦河起，往北到耶利哥附近，跟往西盘过山，直直到别阿门的旷野，搁对遐往南经过罗斯附近，罗斯就是伯特利，搁落去阿塔略、阿达尼，到瓦郡下别何伦南边的山。这个边界对遐往西伸去，搁西落南对别何伦头前南边的山，直到犹大人的城基列巴勒，就是基列亚林，这是因西边的边界。南边对基列亚林的边界起，到尼弗德亚的水泉，搁落去到希伦子山谷对面的山骹，就是利法因山谷的北边，搁对遐经过希伦山谷，亚布斯就是耶路撒冷的南边，落去到稳罗格，搁往北经过稳示麦，吹到阿多米山坪对面的基利勒。搁落去到坡罕的石盘，坡罕是鲁便的囝。搁往北经过阿拉巴的边界，落去到阿拉巴，搁经过别合勒北边的交界，直直到沿海北边的海湾，就是约旦河南边的河口，这是便雅悯南边的边界。东边的边界到约旦河，这是便雅悯人照因的宗族顺四围的边界分到的家业。便雅悯支族照因的宗族分到的城，就是耶利哥、别哈拉、以麦基色、别阿拉巴、西马廉、伯特利、阿维、巴拉、俄弗拉、基法阿摩尼、俄弗尼、甲加巴，共12座城，甲附近的庄舍，搁有基本、拉玛、比约、米苏巴、基菲拉、摩萨、
日金、伊利比列、塔拉拉、谢拉、伊利弗、亚布斯就是耶路撒冷、基比亚、甲基列、强14座城甲附近的庄舍，这是便雅悯人照因的宗族本地的家业。第19章，西面支族照因的宗族抽到第2签，因的家业是伫犹大支族的家业境内，因得到的家业就是贝十巴，也是十巴、摩拉代、哈萨苏亚、巴拉、伊辛、伊勒德拉、比托利、荷尼玛、塞格拉、贝马加贝、哈萨索萨、贝利巴乌、沙罗险、强13座城甲附近的庄舍，阁有阿因、临门、伊帖、阿山、强4座城甲附近的庄舍，以及遮的城四围一切的庄舍，直到拉巴比尼，就是南边的拉末。这是西面支族照因的宗族得到的家业。西面人的家业是对犹大人的家业分出来的，因为犹大人本地的家业伤多，所以西面人伫犹大人的家业中得到家业。西布伦支族照因的宗族抽到第3签，因的家业的边界是对撒利、西到马拉拉，经过大巴色，探到约念东边的溪，搁对撒利东日出的方向到吉苏列塔撇的交界，搁探到大比拉，上到雅菲亚，对遐跟东去到加德、伊弗，搁经过伊德加顺，出去临门，驶去到尼亚，迄个边界对尼亚跟北驶过哈拉顿，探到亚弗他伊勒的山谷为止，也有加他、纳哈拉、亲伦、伊代拉甲贝利恒，共12座城甲附近的庄舍。这城甲附近的庄舍，就是西布伦人照因的宗族得到的家业。以萨迦支族照因的宗族抽到第4签，因的地界包括亚述勒、基索律、苏廉、哈弗廉、西花、阿拉哈拉、拉别、基森、阿别、里别、温甘宁、温哈达甲别帕西，迄个边界到塔撇、沙哈西马、别西贝，因的边界到约旦河为止，共16座城甲附近的庄舍。这城甲附近的庄舍，就是以萨迦支族照因的宗族得到的家业。阿瑟支族照因的宗族抽到第5签，因的地界是黑甲、哈利、比残、阿刷、阿拉米勒、阿末甲米沙勒，西经过加密到西哈利纳，东经过北大滚，探到西布伦，北经过亚弗他，伊勒山谷到北伊摩甲尼业，探到加布勒的北边，搁到以贝伦、利哈、哈门、加纳，直到西顿大城，迄个边界是对拉玛
甲坚固诶城太尼，佮驶过哈萨到马赫拉、阿格西地区，直到地中海为止，佮有欧马、阿弗、利合共22座城，甲附近诶庄社。这个城甲附近诶庄社，就是阿瑟之族照因诶种族得到诶基业。纳弗他利之族照因诶种族抽到第六签，因诶边界对示利弗经过撒拉因诶上丘、阿代米、尼格甲纳比列，直到列强，探到约旦河，向西经过阿苏列、塔佩，探到荷甲，南边到西布伦，西边到阿瑟，东边到约旦河。坚固诶城有西丁、切尼、哈沃、纳加、基尼列、阿代玛、纳玛、哈索、基德苏、伊德莱、温哈索、伊利温、米代伊列、甲连、贝安纳、甲贝西贝，共19座城甲附近诶庄社。这个城甲附近诶庄社，就是纳弗他利之族照因诶种族得到诶基业。但之族照因诶种族抽到第7签，因本地诶基业包括索拉、伊什德、伊尼西贝、沙拉宾、阿雅伦、伊特拉、伊伦、廷纳、伊格伦、伊利提基、吉比顿、巴拉、伊奥德、比尼、比拉、加德、林文、米亚昆、纳昆、甲约帕对面的地区，当但的后代失去因的土地的时，就去攻打利山，用到台城内的人，因占领迄个城，住伫遐，用因祖先的名叫利山做单。这个城甲附近的乡社，就是但之族照因的种族得到的基业。以色列人照地界分配土地完成了后，就将因中间的一块地互伦的囝约书亚做基业。因照上主的命令，将约书亚所要求的城互伊，就是以法莲山区的廷纳西拉，伊就起做迄个城住伫遐。以上这个就是祭司以利亚撒甲伦的囝约书亚以及以色列各支族的族长，伫示罗会幕门口上主的面前抽签分互各支族的基业，安尼，因就完成土地的分配。第20章，上主吩咐约书亚讲，要命令以色列人照我通过摩西甲恁讲的，为恁家己设立避难城，互无一中50人个通走去遐。遐个城通做恁闪避报冤仇的人的所在。50人个通走去遐个城，徛伫城门口，将伊的事情讲互迄个城的长老听，因就通接伊入城，互伊一个所在住伫因中间。报冤仇的人若入到迄个城，城内的人袂用得将杀死人的交出去，因为伊是无意中杀死人，甲死去的人无冤仇，伊就住伫迄个城，
伫会众的面前受审判，到迄时的大祭司死，伊才通倒去伊走出来的本城本家。因就决定设立避难城伫拿弗他利山区加利利的基底斯，以及伫以法莲山区的示剑，以及伫犹大山区的基列阿巴，就是希伯伦。搁伫约旦河东边设立避难城，伫耶利哥东边属鲁本支族的旷野平原的比西，甲属加德支族基列的拿末，以及属马拉西支族巴山的戈兰。这个是为着以色列众人甲住伫因中间的外族人设立的避难城，互无伊中误杀人的，拢通走去遐，免互报冤仇的人杀死，听候伊公开受审判。第21章，利未人的族长来见祭司以利亚撒，甲伦的囝约书亚，以及以色列各支族的族长，伫迦南地的示罗对因讲：以前上主有命令摩西，着互阮有城通住，有草埔通饲精生。以色列人就照上主的命令，对家己的家业，将下面所记这个城镇甲附近的草埔互利未人。利未支族的哥哈宗族抽着头一支签，这是亚伦的后代对犹大支族、西面支族甲便雅悯支族得到13座城。哥哈其他的后代对以法莲支族、但支族甲马拉西半支族抽到10座城。计顺宗族对以撒迦、阿瑟、拿弗他利三个支族，甲伫巴山的马拉西半支族分到13座城。米拉利的后代照因的宗族，对鲁本、迦得、西布伦三个支族得到12座城。以色列人照上主通过摩西所命令的，将这个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抽签分互利未人。以色列人对犹大支族、西面支族，将下面这个城镇分互利未支族、哥哈支族、阿伦的后代，因为因抽到第一签，因得到的城镇有犹大山区的基列阿巴，现在叫做希伯伦，甲附近的草埔。阿巴是阿拉族的祖先。毋过，迄个城的田园甲庄舍已经分互耶夫尼的囝加勒做家业。这是阿伦的后代，佮分到为50人的设的避难城希伯伦，以及林拿、亚提尼、以实提摩、何伦、底别、阿因、有他、别是麦，共9座城。犹大甲西面两支族的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佮对便雅悯支族的地区分到基本、加巴、阿什突、阿特文，共4座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阿伦的后代做祭司的，拢总分到13座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利未人哥哈的宗族，其他的子孙抽签分到以法莲支族地区的城镇，就是以法莲山区为50人的设的避难城示剑，以及基色、基伯先、伯何伦，共4座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佮对但支族分到以利提基、基比顿、
亚伦、加德、临门、共4座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佮对马拉西半支族分着塔那甲加德、临门2座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高学宗族其他的子孙拢总分着10座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利未人继顺的宗族对马拉西半支族分着为50人的设的避难城、巴山的孤兰，以及比斯提拉共2座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佮对以萨迦支族分着基森、代比拉、亚末、温甘宁，共4座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佮对亚瑟支族分着米沙勒、阿伯顿、赫甲、利合，共4座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佮对纳弗他利支族分着为50人的设的避难城、加利利的基利斯，以及哈末德尼、加尼坦，共3座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继顺照因的宗族，拢总分着13座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其他的利未人就是米拉利的宗族，对西布伦支族分着约念、加尼他、丁纳、纳哈拉，共4座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佮对鲁便支族分着比色、雅扎、基底莫、比法압，共4座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佮对加德支族分着50人设的避难城、基列的拉末，以及马哈念、希实本、雅舍，共4座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利未人米拉利的后代照因的宗族抽签分着12座城镇。利未人对以色列的家业拢总分着48座城镇，甲因附近的草埔。这城镇周围拢有草埔，逐个城镇拢是安尼。安尼，上主教义以前对以色列人的列祖立誓应允的，将全地交予因，因就得到这个地做家业，在遐徛起。上主教义对因的列祖立誓应允的，想使因四境平安，无一个对敌会当对抗因。上主将因的对敌拢交伫因的手。上主对以色列家所有的祝福，无一句落空，拢有实现。咱今太圣经节对约书亚记第17章到21章。